开挖的时间。咱台湾无欠电，台湾欠啥？欠再生能源的电。莫讲什么贵还是俗的电，台湾是欠合理的电价。拜一至拜四暗时10点至11点，收看台湾新眼界。龟山岛90几号左右，5、6摆个安尼。宜兰的精神象征，保护着宜兰啦。这所有的这船啊，拢是龟山岛的船哦。13年迁船，其实都真唔甘啦。让原来居住那边的民众回归家。地界等于龟山岛已经地界开放的时阵，如果可以选择，很少人会想要离开自己的家里。礼拜暗时7点半，台湾技术铺。这是公视第1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款的大事代，后生就来不认知。云林虎尾有饲料工厂下晡吊车手骨熊熊登去，这吊篮内面呢有4个工作人员摔落来，造成3死1重伤。今下晡进行最低工资审计，明年开始1点钟上届加薪水是28,590块，也若算点钟的起价190块。北京地第二专访表示，中国若准备维护这领土完整，就要甲挂号罗西亚土地收到回来，罗西亚是批评台湾无资格插手。新闻一开始，赶紧来看这云林虎尾呢，有一间饲料工厂，下晡1点外的时阵，这吊车手骨熊熊登起，这吊篮内面有4个工作人员，绝对6米悬的所在摔落来，当场有3个人无喘气、心跳送病院，有关救无回来，也那另外1个是重伤。意外现场如苍苍物件散归涂骹，出代志的吊车停伫现场，吊手明显歪斜断去。消防人员缉捕了后，赶到现场，驾驶的伤者送医。4名工人在吊篮里面从那个大约6公尺坠落。4个伤者有3个人当场无生命迹象，抢救了后3个人救无回来，还有1个人昏迷重伤，伫观察救治。意外是伫测试下晡1点外发生的。云林虎尾北溪里一间饲料工厂，当伫进行吊手的高空作业，不过伫过程吊手断去，造成吊篮内4个人为6公尺悬的所在摔落地面。我来的时候已经救护车来了2、3台了，因为这几天都有吊车进来，他们后面很多都在干。饲料厂今天来做一个屋顶的维修因为开密封在关系，伊的厝顶还有叫黑泥。虎尾店长是讲，这个工厂是因为开密封态时阵厝顶掀起，厂方请工人公司来维修，无想到发生意外。云林县政府罗清处甲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嘛到现场了解，确认代志发生的经过。吊篮用再低的啦，一般都是2个啦，他们要坐上去，然后就是刚好快到的时候要让2个下来，然后2个上去施工的时候就是刚好断掉。这个承载设备，上面载了4个人可能那个超载造成断裂。那所以的话，看起来是人为的部分咯。对啊。吊车业者表示，吊车的吊篮结果是敢若载2个人，可能是换班的时阵出意外。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表示，吊挂设备无经过强度计算，当时佫超载发生意外，除了要求停工，嘛依照违反治安法，裁罚3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
下人就讲有解关系，就是这最低工资审议会经过4点外钟的讨论，确定明年上届的工资会来到28590块。那准是算点钟的是起价109块，这是民进党政府连续第9年调悬基本工资。员工调薪没起趴，谁都自肥爽呵呵。大声发口号，工头团体伫劳动部外口发声批评劳工调薪无几趴，啊，毋过各项事件过关，说是调几啊趴。呼吁这摆上届工资审议会至少爱调5趴。我们并不希望看到的是，今天赖清德总统号称他组成的这个 AI 创新的内阁，第一个创新的作为叫做先帮这个国营事业的董事长找位置，或者是帮他们调薪。劳动部外口真闹热，因为上届工资法今年上路了后，部内第一摆举行上届工资审议会，也是劳动部长胡培山上任了后，第一摆主持这会议，伊强调，目前台湾经济形势基本面较好，却受疫后全球通膨影响，和本地劳工生活受冲击。今年元旦月薪调整到27470块，调悬1070块，时薪调起到183块，因为蔡政府连8年调悬，劳团希望赖政府继续调悬。资方是保留态度。整个台湾的经济状况，全世界的经济状况来决定高低的。今年第3季、第4季整个衰退嘛，衰退就整个下降。审议会经过4点外钟讨论，决定明年上届工资为一个月27470块，调悬到28590块，时薪为183调到190块，差不多有257万的劳工受惠。最后是聚焦在4.05%到4.12%之间了。那最后是部长做了一些裁示，就是4.08%。那月薪的部分就是28590，那时薪的部分是190。很高兴的是，我们劳资双方都欣然的接受哦。那这个也是我非常感谢我们劳资双方的朋友对我们劳动部的支持。对月薪时薪上起，上总表示月薪起幅度超过预期，恐然引起企业裁员，或者是物件起价，造成另外一波物价通膨。也认为欠工问题已经造成服务业经营更加困难。何培山强调，欠工问题牵涉真济层面，不是劳动部单独应处理，会向行政院报告找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第2大两项水务食品呢，逼出卖过期卵，甲这乌气臭气卵交予中价新英这2间公司，甲这过期卵变做是2接了后，才卖予做歹业者。而且这中价公司佫甲巴西、泰国进口卵南台湾内面加工做这2接卖予厂商。这3间公司的乌心钱赚4000多万。桃园地检署今仔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甲这业者等10个人起诉，希望法院甲因判重刑。官方真大标题写重视饲的细细的优良技能。国内第2大两项水务食品是台湾普丰企业的关系企业，有真悬的证据，说要出卖过期卵。桃检侦办发现，水务公司的姓吴总经理为解决上过这过期卵问题，只是一卡手人将乌气烂气的卵交予中价新兴2间下手公司，做过期卵液了后，佫卖予不知情的行物件业者。食品公司利用这个过期的蛋制造成蛋液，且有虚伪标志进口蛋来贩售的一个案件呢那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后，认为被告等人涉嫌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所以今日提起公诉。另外，中介公司姓吴负责人，佫将巴西、泰国进口卵掺做伙，假是国产卵加工做成卵液，假是产地台湾，佫将过期卵液卖予有名的点心业者，最后就到民众不倒来。这个案件的由来是，首先是因为进口蛋，然后呢制成异蛋，然后它的产地指标是台湾，然后而且我们怀疑它已经有延长有效日期了，然后针对这样的情形，我们就移送给检调侦办。桃检指出，水务滥用民众甲厂商信任，将过期卵做成卵液代卖。水务中下新兴3间公司不法锁定4291万8016块，将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定起诉姓吴等10人，各坚称中当量刑，没收1000万不法锁定。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种新型的毒品，伊本底是会当摕来当做麻醉药啊，依托米酯。对去年开始呢，国内有乌心业者摕来做毒品摕来卖。8月2日，海巡查到7.4公斤的依托米酯，也那这两个嫌犯也已经移送法办了。看到卖毒集团出现，海巡随枪去抓人，当场查扣第3级的毒品依托米酯。8月2日，专案小组接到线报，讲有卖毒集团41岁细甲的查某人，加一个40岁细姐，对中国走私毒品。甚至在南抓到人，甲带去卖毒集团因伫咧邦桥的仓库，佮查到7.4公斤左右的依托米酯，佮有72只包电子烟的机器，将近15000粒的分弹。查获2名国人持有第3级毒品依托米酯。共计7459.9公克，另外查获分装的电子烟机72具，混合烟油弹14970颗等，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海巡表示，依托米酯是超低效的静脉麻药，非法业者甲加伫咧电子烟药内底，就是即马人讲的强势分弹。若去食到规身躯的带会掉，虽然无法度思考镜头。行政今年8月已经公告甲列做第3级的毒品。南投县卫生局最近嘛有去药局备诊所加强稽查，要查到乱用的情形。那我们查核的部分会针对我们的药局、医疗院所跟贩卖药商，那了解药品的使用情形跟流向的动线。我们大概查核了146家次，但是没有违规的情形啊。南投县政府表示，目前已经查146间厝，无发现到违规。海巡查到依托米酯数量，大约当做85000粒的分弹。专案是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公布上届新的经济数据，引起经济降温的几率，害美股大波，连带影响到咱的台股，甚至咱的台股呢，捌落超过1000点，最后是落999点，收伫咧21092点。外主要对咱的台股刷1007亿来离开，这是有史以来上届多。另外讲到这台积电的股价呢，同款是落51块，收伫咧889块。就分析师指出讲，这台股第3季可能爱面对20000点，敢有法度保掉的问题。电视墙规片青顺顺，互投资人心肝拢咧流位。因为美国股市调节，牵拖着国际股市，台股随时是股汇相杀，开盘较无1分钟，就破1170点，只是跌破21000点，最后收盘破999点，收跌21092点。盘点排伫历史第3关，敢若输今年8月初4到初5，台股的期待一困减3.17条。另外，新台票汇率嘛跌咧大波，收伫32块188，落1.26。三大法人合计卖超1230.84亿，其中外资卖超大概1007亿。主要是市场的情绪在这波反弹上来之后呢，其实是相当谨慎保守的，所以稍微一有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利空呢，这个反应就特别的大。前三大卖单分别是和国信山、台积电889块，带头破51块，成交量超过705亿；鸿海179块半，破5块半，成交量超过221亿；联发科1135块，破85块，成交量超过110亿。台积电是大波，市值变23条05，减超过1条。分析师讲，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对着经济落差忧心，致使美国股市直波。AI 晶片大厂回答，阁拄着美国司法部咧做反垄断的调查，市值减少2790亿美金，嘛拖累科技股。外资已经连续10月，可能会继续卖。台股第3季敢是20000点保卫战。AI 目前呢，它最主要的客户还是企业嘛。那企业导入 AI 之后，可以创造的营收可能还是相对少。我们台湾因为也是有很多类股也是跟那个 AI 息息相关啦。所以呢，这一次我是认为我们台股最主要还是在反映就是 AI 泡沫化的这个风险。吴大人分析讲 ，AI 水泡加上美国经济落差，恐惊会冲击台湾下半年的出口量，因全球股市敢会当回温，关键就是特别公布的就业数据。若是非农就业报告的数据真好，股市就可能回温。金管会伫之前所发表的声明讲，今年到9月初3，台股会起伏超过23个百分点，赢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强调台股基本面真好，会密切关心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
南台湾的天气是真热，这高雄市卫生局呢，小连续伫咧天高一个高风险场所稽查，发现有真侪工地拢有积水生水池的问题，也有3大工地连续查到水池，卫生局也下令停工改善。另外，8月30日，这卫生局接到疾管署的通知，讲有一例境外屈公病确诊，目前这名外籍人士已经住院伫咧治疗。也若讲到这屈公病症状含传染方式是含这天高这正相像，不过屈公病会有真长的时间关节会痛，提醒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卫生局的稽查人员伫咧工地积水的所在采样，摕起来用电火烧，就发现大量的水池。这是因伫咧凤山这个工地连续第3摆发现拖病网较高深的所在。稽查人员会遮尔细致，是因为高雄市已经3个月无出现天高热的病例。因看到讲天气热翕翕，温度若一直升悬，一个无细致就会出现确诊案例。针对17个工地进行稽查，那17个工地当中有16处有发现有登革热的病媒蚊幼虫的状况，那阳性率蛮高的哈。卫生局表示，顶礼拜有3个连续3摆查到有拖病网风险的工地，拢已经要求停工，但喷药通过复查了后，才会当恢复工作。另外，8月29日，一位对印度来的人士伫高雄的国际机场，互发现有发烧的状况，不过天高热的快筛阴性，过灯工才验出是屈公病。卫生局除了做紧急防治处理，嘛安排这位外籍人士随住院治疗。屈公病跟登革热它的症状的部分其实也是蛮相似的哈。比较特别的是屈公热的部分哈，那感染的个案有部分他们会有严重的关节疼痛的状况哈。那这个关节疼痛有可能会持续到数月哈，甚至是1-2年的一个状况。屈公病今年到达全国计共有10个境外移入的案件，卫生局嘛提醒，天高热甲屈公病拢是网来传播，准若有去2种病流行的所在，除了爱避免莫去互网虫夹着，嘛就爱注意，准若出现相关的症头，就爱紧去病院做检查。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同款是这传染病开学无到1礼拜时间，高雄有真侪间学校因为这肠仔病毒伫咧停课啊。这市政府有统计，目前有23班停课，这幼稚园有18班，顾婴中心有5班。疾管署的这个监测资料也显示讲，8月25到8月底，因为这肠仔病毒去互医生看的人，平用过4年的工期是搁较侪，提醒这囡仔、兄囡仔这就爱认真洗手哦。老师带囡仔念洗手歌，教囡仔安怎把手洗好清气。上课时阵嘛，透过引导提醒囡仔什么时阵爱洗手。小朋友小，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从上学年到现在，其实我们都很落实在戴口罩这件事情，还有勤洗手。那这个真的可以减少肠病毒的发生。有防肠仔病毒，高雄市的新上国小全力拼防疫，目前校内也无班级因为肠仔病毒爱停课。不过市府统计，为8月底到9月初3开学才无到1礼拜，高雄就已经有23个班因为肠仔病毒爱停班停课。回到学校，尽管在各个班级，老师们他们都会进行消毒，但是孩子们他们忽然间聚集在一起之后有可能有一些互相病毒之间传递。肠病毒疫情每年大约至9月开学之后，可能会出现第2波的疫情高峰，请家长以及教托育机构务必提高警觉。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8月25到8月底这礼拜，就有14279人次因为肠仔病毒就医，比顶礼拜佫增加2.4%，嘛比过去4年同期佫较悬。目前正咧流行期，因应全国已经有5例肠仔病毒感染并发重症，提醒家长甲学校就要带囡仔认真洗手，建立正确的卫生观念。记者高雄报道。台湾伫咧自2025年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这老大人郁卒的心理状况也变作是国家家庭的关心重点。根据着美国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通常有忧郁症的老大人较会有失智症，是因为这2项病症是互相影响的。
时代伫公园本口勤，实在真有活力嘛，真快乐。台湾伫2029年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根据卫福部的统计，65岁以上的时代是所有年岁当中上侪人自杀的族群。老年忧郁的比例大概是7%到15%都有。那加上可能就是子女会离开他的身边，那有空巢期啊，或者是说他可能自己一个人居住，他的另一半可能已经过世了。那其实这些失落感都是会加剧老人家就是有罹患老年忧郁的一个因子。根据美国医学会期刊6月份发表的一份研究指出，时代郁卒嘛会影响到记忆。医生表示，有忧郁症的时代得到失智症的比率较悬，原因是因为郁卒较无活力，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症头控制就较无好，就较容易造成血管袂通，身体无爽快，困无饱眠，脑筋就无好。看老人忧郁症更较熬着失智症，这有真侪我都讲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因素造成假设你若法度控制好，药好食着，甲医生好合作，动脑动身体，咱未来较袂着郁卒，较袂着失智症。医生建议时代爱加用脑、加运动，上重要的是爱定时去病院互医生看，将慢性病控制好，才会当困好饱、食好饱，健康无烦恼。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这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已经超过2年半了。这罗西亚伫初三发射2粒地停飞弹，攻击乌克兰中部城市波塔瓦在地军事学院，造成51个人死亡，271个人受伤。这是今年战争以来史上上界严重一届攻击。另外，负责生产武器的一个战略产业部长卡米森，也有外交司法环境部长等人呢，伫这2天内上无有7名高层官员来请示，造成内阁人员减少超过1/3。也若这几天将可能会出现人事变动。今日月球真侪必顺，真侪窗啊玻璃受到破坏，满地拢是碎片。乌克兰东部城市波塔瓦，初三受到俄罗斯2粒地定飞弹攻击，造成当地一间军事学院甲附近病院有所在人死亡，200人受傷。Да, проживаю як в будинку поруч з епіцентром прильоту, недалеко, метрів 100 лише. Знесло балкон. Виворотило всі вікна, які виходять на бік, і розбило міжкімнатні двері. Сусіди у нас. 这是今年俄乌战争内底史上上严重的一届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会追究俄罗斯败类的责任。不过乌克兰的社交媒体所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官员明知影俄罗斯威胁要发动攻击，又愿稳准伫户外办军事活动，才造成这样严重的死伤。对此，泽伦斯基已经下令做全面的调查。美国、英国和德国嘛批评这个袭击。北京国安通信顾问科比表示，美国会伫未来几礼拜提供乌克兰更较侪军事援助。同一天，负责生产武器的乌克兰战略产业部长卡米森，有过要转任去其他国防职位，所以伊伫初三提出请示。Так, нас поки що недостатньо коштів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законтрактувати в повній мірі всі наші спроможності, але ми разом з силами оборони над цим працюємо і шукаємо достатнє фінансування. 卡米森甲2名副总理斯特法尼西娜、威利舒克，还有司法部长、环境部长、中心整合部部长这个人，伫初三拢提出请示。外交部长库列巴是伫初四第二请示。2天内底有7名高层官员请示，加上进前有至少5名部长互解职，造成内阁暂时超过1/3。无人任职。伫泽伦斯基这个月，如果要出访美国，安装伫访问之前，会赶紧把这块补起来，确保政府运作稳定。对此，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是引用克强的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表示乌克兰内阁改组未影响到双方和平谈判进度。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法国伫初三半暝启动这25年来头一座新起的核反应炉，这项本地计划慢12年，而且成本也平正正预算加4倍。不过，法国电力公司表示，已经对这失败内面学到教训，也要把这核能计划推动到其他国家。另外，8月底这强风经过着这澳洲的东南部，也害这土炭发电的占比头一届降低到50%以下。
前年12年，法国宣布伫初三透早启动25年头一座欧洲压水式反应炉。这座新起的核反应炉伫诺曼底西北沿海地区佛拉蒙维尔电厂，也是法国第57座核反应炉。欧洲压水式反应炉是欧洲核工业伫1986年苏联切诺比核能灾害了后，为了重振核工业所提出的高阶计划。设计案伫1992年启动，更加重视安全效率，嘛兼顾发电的效率。法国电力公司是讲，新的核反应炉伫投入运转了后，是法国上强大的核电厂，会当为200万户家庭提供稳定的电力。法国新起的核反应炉最后成本达到132亿欧元，差不多是大票4690亿，比原先预算加4倍。搁比法国电力公司伫中国甲芬兰所起的类似反应炉开久较久的时间。不过法国电力公司讲，因已经得到教训，未来会缩短营建时间。目前法国电力公司已经得到英国的合约，虽然最近几十年来核能产业的全球订单一直降低，不过法国电力公司讲，因要努力把核能设计出口去别个国家。法国新起的核反应炉是总统马克宏要推出的计划，伊讲至少要兴建6座新的核反应炉。不过法国电力公司也是面临修炼线的障碍，包括国内反对声音、政治的对立，以及用资计划这问题。伫澳洲方面，8月最后一礼拜，燃煤发电占比伫所有的能源组合内底，头一届降到50%以下。气候金融专家巴克利讲，这种的数据是因为伫过去几天，强风吹过澳洲的东南部，使得风力发电量达到差不多平常时2倍，也致使电网需求减少20%。虽然澳洲也是全球主要的土炭甲天然气的出口国，并且正挖靠化石燃料来维持供电，不过数据显示，澳洲去年的燃煤发电占比，甲2006年的87%比起来，已经落到56%。风力甲太阳能的发电量，伫去年的发电占比是31%。澳洲拢总有16座燃煤发电厂，大部分的发电厂会伫未来几年关起来，转向投资太阳能甲风力发电这的再生能源。而且澳洲政府伫初时公布要伫南澳甲维多利亚省执行6个电池都联计划。不过巴克利是讲，澳洲对这的产业的投资也是输予其他国家。澳洲能源监管机构嘛警告，因为需求有可能搁增加，对再生能源市场的投资一定要持续而且加强，避免未来几十年有停电的可能。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瑞典有一间废弃物处理公司涉嫌伫5年内非法乱倒20万吨的粪扫，造成这化学物质拢泄漏出去，这做有史以来上界大条的环境犯罪案件。包括这间公司的前执行长讲，家己叫做粪扫女王的尼尔森在内呢，有11个人被告，初三出庭接受审理。当地时间初三早起，有粪扫女王名下的被告尼尔森，挂乌金目镜架条进入法庭。伊是有名建筑废弃物处理公司 NMT Think Pink 的前执行长。这间公司原本形象真好，煞伫2015到2019年之间，将首都地区差不多20万吨建筑粪扫非法到或者是带伫全国各地，我互粪扫堆导火，小几个月无法度拍花。大量的多氯联苯、盐、汞、砷这样化学物质外泄，甚至危及自然森林保护区。检方对尼尔森甲伊情况，也就是公司创办人在内，总共11人，控告加重环境犯罪。I think it's the coming generations that will pay for this crime. So, environmental crime is a pure risk for damage. 非法倒地至少15个都市21个地点，检方初步调查报告都有4万外遐，证人有150人。整个都市求偿有2.6亿，瑞典可能的处理费用，因讲是瑞典史上上重大的环境犯罪。审判案算会进行到明年5月。The most challenging thing is that it's such a huge amount of paper and a huge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facts to keep track on. That like 44,000 emails in one computer. 这间企业伫建造台压出来了，已经倒去。不过尼尔森的证据毋但是安尼，伊跳退步出身，也佫涉嫌采用公司的资金卖精品甲高级度假。警方所在时阵发现大量的名牌鞋甲皮包啊，伊捌对瑞典媒体讲，公司行为一切合法，拢是商业竞争对手引流的受害者。耶律师也表示，尼尔森对一切拢有合理的解释。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
美国纽约州长进前的副幕僚长孙文和伊的翁婿涉嫌做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受中国政府几多百万的美金掌控抓起来。有研究发现讲，和中国有牵连的网络公司，因是假做中国公民或者是媒体机构，透过社群媒体直接发布假消息，因的目的就是要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美国纽约州州长胡克伊的前副幕僚长孙文甲伊的翁婿胡晓。随三被逮捕了，随出庭应讯。两个人的律师讲，检方起诉孙文甲胡晓的几多项罪名，让人真困扰，而且真罕。批评检方刑事相关罪调查权。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exercising our right to a speedy trial and addressing these accusations in the forum where it's most appropriate, which is a court of law. 孙文伫纽约州政府做要甲15年，经历过2任的州长，2021年升任兼做现任州长胡克的副幕僚长。纽约时报报道。检方会起诉书有到65项，内面讲到孙文伫1年之间受中国政府几多百万美金，从事有利中国的违法行为。孙文利用这寡钱买上百万美金的厝甲车，也几多遍接受中国官员专业的总部师提供的料理，伊也涉嫌利用职务摕到旅游补助甲活动的入场券，导致朋友的生理。检方起诉孙文的犯行包括签证诈欺加洗钱，也拿孙文做生理翁婿胡晓是涉嫌洗钱的罪名。孙文伫咧州政府工作的期间，捌组织台湾甲纽约州政府官员见面，并且几多遍安排纽约州的州政府高官访问中国。纽约州政府发现孙文的不当行为，伫咧2023年3月终止固刑，并且报警协助调查。刑事法官崔三下令孙文甲胡晓分别以150万美金加50万美金交保，后回开庭的日期是2月。这是美国法务部上新一波阻止中国政府私底下影响美国社会行动。即马美国总统大选就要到啊，中国动作真多。外国媒体报道，美国社群媒体分析公司发现，中国透过名叫做“本所邮件伪造”的网络公司，伫社群媒体基础是美国选民或者是媒体机构发不实的消息，想要分化选情。影响总统大选，包括 X 平台、TikTok、YouTube 加 IG 拢出现假冒的口座，有一寡已经被停权，严格也是阁一直伫咧发文。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继续来关心这件发生案件，将台北市长这郭文定呢，进前是无保车回，北检提起控告，高等法院今日下晡裁定撤销发回。这代表讲，这台北地方法院阁爱调归羁押庭。另外，洪秀爱前台北市副市长潘金星也透过律师提出控告，说因为这控告章无本人等因啊签名手印，通知报警了后另做裁定。那你怎么看林宗明说他有提醒你，但是针对560的部分？谢谢。无论行出家门，还是到机场，前台北市长郭文铁面对媒体追问，拢无加做回应，表示会安排记者会说明。主席，是不是你亲笔交办金华城，现在还爆出说写便签给彭振生？含入金华城案，郭文铁得到无保车回，检方提出控告。经过高等法院合议庭书面审理了后，测试下晡撤销发回，嘛代表台北地法院会另开羁押庭。裁定理由指出，甚至亲像郭文铁家己主张的，伊相信有专业性，而且多数决的都议会决议，对案情拢无了解，也是毋捌怀疑，也是有查明的必要。原审嘛无就检方提出的全部事情综合评价，直接认定检察官无说明郭文铁犯罪嫌疑重大，嘛有无妥当的所在。另外一个涉案的A姓台北市副市长偏金星，检方测试嘛，过去台北看守所甲询问偏金星不互人羁押，透过律师提控告。高等法院指出，控告状无经过伊本人缀印啊签名、登手印，所以要通知偏金星保证了后，另外裁定。专案也是继续伫调查。前党委陈光忠答问讲，家己较早捌审查金华城案，当初伫会议都表示反对，找三叫检方团作证，询问了后请回。即马周刊嘛报道，郭文铁头一任市长期间担任都法局长的林周明，捌真侪届提醒，若是按照议员应晓薇即阵放水用职，安尼市政府恐惊爱负道理的法律责任。处理金华城的容积率的时候，当然我们必须也应该定时和市长报告。那我当时处理的方式是，除了晨会报告，也以
文字方式的备忘录上呈市长室。镜就看过演出2020年4月，郭文铁捌转交片真相，警发城用这相关文件，搁留便签写，因的结论是什么？原则真简单，公务人员卖一家，引起质疑。这个便签是真的还是假的？从哪里来的？即使是真的，叫公务员不要违法，有错吗？警发城用这案件啊，搁咧查。另外一件政治献金案，北检又有动作。车三约谈当时担任郭文铁警总财务长李文忠，伊嘛为证人转被告的身份，说明了后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并受电子监控。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最近接受媒体专访，赖总统表示，中国若准想要维护领土完整，就爱甲清朝挂予罗西亚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拢甲拖倒转来。因那这罗西亚的外交部是指出讲，咱讲在2001年有签署条约，双方拢已经放弃这领土的要求，也强调罗西亚是坚持一中原则。也搁在呛讲呢，在台湾的领导人是无权利来代表着北京发出声明。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拢也无回应。上任满100天，赖清德总统伫咧最近第一遍接受媒体专访，讲到中国无放弃对台湾文攻武吓。赖总统点出，中国所讲的要维护领土完整的矛盾的所在，若是中国真正关心，也应该收回伫19世纪挂入予俄罗斯的1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要并吞台湾，其实也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啊。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的完整，他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了这个爱文条约所签的那些土地呢？那他侵略台湾的目的是何在？那就是想要改变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啊，西太平洋或在国际上来成就他的霸权。赖总统表示，中国伫咧表面上是宣称主权，其实是要建立霸权。相关论述是引起网络上的讨论，也引起外国媒体伫咧关心。对此，俄罗斯外交部指出，俄中两国伫2001年签署的条约，已经互相放弃向对方的任何领土要求，并且重新坚持一中原则。讲台湾当局的领导人无权利代表北京发表任何声明，因那中国方面到这么拢点无做回应。那种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应该也戳到了北京的痛点。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是十分的友好。他们本身有共同合作来对抗美国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基础。对拿走他土地领土最多的俄罗斯，反而长期以来是他最大的盟友。我觉得这是非常吊诡，在凸显中华民国主权的时候，同时可以兼顾两岸的和平，我觉得这是政治人物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学者分析，赖总统的讲法拄好去达到中国的痛点。也波动到中俄朋友之间的敏感所在，因那对各国方面的声明，咱外交部到目前时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新处长郭立言上任了后，是2个月时间啊。今仔日是头一届举行记者会，强调这届派驻台湾有3个目标，就是协助台湾强化社会韧性、安全，也有国际连结。针对着美国对待军售进度拖慢的问题，郭立言表示讲，这美方呢会甲台湾列作是大型供应的名单，也欢喜看到台湾加入美国的军火供应链，双方合作做伙来做武器。我回到台湾已经快2个月了，也开始了我在 AIT 的第3次派任。每次回到台湾，我都会发现美国和台湾的伙伴关系变得更强健、更深厚，也更有活力。中文讲个拉叫 AIT 新任处长郭立言头一届记者会，讲这届来台湾有3项重要任务，分别是协助台湾强化社会韧性、安全，佮和国际社会连结。重申台湾伫全球供应链内底的关键角色，台海和平稳定是真重要。佮特别讲，台湾科技业会启用假条的讲话是无必要忧心。担心台湾科技业被掏空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台湾打造出一个效率惊人的半导体生态系，完全不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复制。美国也正在印太地区架构一张纵横交错的同盟网，来提升我们的合作能力。
台湾并不是中国以恐吓和胁迫改变现状的唯一目标。One thing I can say very clearly is Taiwan's defense needs is very top of our priority list. 国务院讲，台湾的防卫需求对美国来讲是排伫头前，对台湾的军事问题也继续拍拼。国表达真欢喜台湾加入美国的军火供应链，双方做伙来生产武器。因为各界关心，赖清德总统头一届去友邦访问，敢会过境美国？另外，争议电新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定，敢是有定9月要去美国？ We expect President Lai in the future will also seek visits to his diplomatic partner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facilitating his tran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ose plans firm up. I don't have anything particular to report on Chairman Ke's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Obviously, we would welcome and facilitate any travel by Taiwan's political party leaders. 国务院并无正面回应，敢表示欢迎各政党领袖访问美国，而且表示讲未来期待和赖总统甲台湾朝野的党派合作，共同来加强坚固台美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方事国际半导体展今仔日南港开幕，超过1100间国内外厂商来展览。另外，针对着这台积电去到海外设厂的问题，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认为，市场和资源是业者以去到海外设厂主要的考量。台积电是以美国市场为主，因为郭志辉也讲呢，目前台积电美国厂的进度是真顺利，应该会照时间来量产。 超过1100间国内外厂商共同参展，创新历届纪录。2024国际半导体展测试举行 ，AI 晶片先进的封装，也甲 CoWoS 供应链厂商排规排，技术实力坚强。除了12个国家设立专馆参展，美国馆是头一届设置，看会出来咱台湾半导体伫国际重要性。打造绿色工业科技是企业甲厂商长期努力的方向。 搭配厂区的 AI 智慧化管理，那做更节能，然后碳排更少，这样子，那企业未来的碳税也会交更少。按过前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初三伫演讲时阵呼吁，台湾唔通限制伫亲中甲亲美的方向，应该针对真正会当互咱台湾强大的方法充分讨论。外界解读这个讲法，反映台积电是伫个地缘政治逼迫去美国设厂的困境。对这代志，经济部长郭志辉认为，市场甲资源是业者海外设厂的关键考量。台积电到美国去，一定有他选择的理由了哈，就是它的市场几乎都在美国嘛，所以他一定要靠近这个市场。就我了解啊，这个台积电在美国的这个目前的状态还蛮顺利的哈。 那他应该会如期的把产品给让出来。会展内上互人注意的台资论坛嘛，伫刚刚举行，由台积电、日月光、微软、三星电子等9间半导体头人高阶主管发表演讲，其中真侪大师是头一届来台湾参加论坛，创下6年来上侪人。AI would change the whole job. Many jobs will be changed or even disappear. So that could create some impact to the whole world, all the societies, and how going to manage that. That's maybe there's some additional risk and consideration. 台资论坛展开 AI 晶片设计的对谈，探讨半导体加 AI 技术看界甲未来的世面。行政长导演台地水时阵嘛表示，未来是 AI 的黄金20年，5万家高科技产业杀向高峰。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羽毛球公开赛今仔日进入回来赛，咱台湾的戴资颖拍败印度选手，进入到前18强。戴资颖表示讲，这是最后一届参加台湾的比赛，若阵也会当无伫台湾的比赛，伊就袂参加。有人问到伊退休的问题，伊也强调讲，明年袂阁再出来啊。 拜三上班日透中道的台北小巨蛋，有关有上百个球迷来到位，因拢要来观看戴资颖的3连败比赛。规场比赛直直听着球迷喊声加油。戴资颖倒脚脚啊，感觉是带保护束啊。伊这边要对战去年台北羽毛球公开赛，8-9输给印度少年选手何曼诗。
头一局就拍出5-0领先，了后双边的分数是愈纠差愈多，21比11戴资颖先赢。第二局一开局就连摕6分，21比4进入技术鉴定，最后是21比10，一开27分钟直落里晋级16强。伊讲卡虽然痛，不过回来拍球真欢喜。应该说，就是这边的比赛，台湾的比赛是我应该是最后一次会参加了，所以我当然还是在自己可以的情况下会希望参赛。但是如果今天不是在台湾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参赛了。会选择要参加台北公开赛，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是因为很多原因，可能都没有办法出国看我比赛。所以我希望说自己参赛的时候，这些人可以到场。戴主任讲，若不是伫台湾比赛，伊就袂参加。要若是针对社群平台顶面，还有人咧问讲，伊敢真正今年底就要退役？伊讲伊无咧讲白贼。我已经说这么多次了，我没有在骗人的，不会，明年不会再出来了。伊搁再讲一摆，伊要退役的决心。要若伫台湾最后一战，敢有想要拼3连霸？戴主任讲，也毋知影家己当战到什么时阵，无想遐尼多。刷来16强比赛，伊会对战按资格赛出线的台湾选手杨玉琪。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军校林旭玲伫咧巴黎奥运互人性别霸凌，犹原是冷调的拼一块金牌回来。教育部今仔日邀请伊担任反霸凌大赛，由教育部长陈英要颁发聘书给林旭玲。他遭受到了许多的一些这个对他的不实的指控，我想那个压力都不是你我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但是，那林教授今天不简单，他就走过来了，而且我就拿金牌给你们看。台湾有这么多人，然后身后有这么多人愿意支持我，那其实也是一直坚持到底的原因。接下这个大使的身份，那可以借由自己的亲身体悟，然后让大家、让世人所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教育部表示，规划每学期开学头一个礼拜是优先校园周，113学年度宣导主题是拒绝绩效性剥削，唔通翕、唔通传、唔通留，也着爱讨救兵。今年特别聘请这林旭玲担任这反霸凌大赛，希望透过台湾查某囝的力量，和校园积极来防治霸凌。台东县成功镇公所争取真侪年，成功到绿岛的航线测试正式来启动啊！对北部来游客呢，会当伫咧成功的新港渔港坐船往回绿岛，就唔免塞车开点外钟的时间去到台港的富港渔港坐船。9月起营运期间呢，成功的居民有优待这船票250块尔。为成功定开往绿岛的新航线测试中道首航，为咗当地居民真欢喜，提船票早行李到新港渔港等船，因为当地有1/3的居民是为绿岛迁徙过来，早到5万会当为成功直航绿岛返去故乡，而且北部来游客嘛免阁加开1点外钟的车去台东市富港渔港坐船去绿岛，感觉加真方便。距离我们搭车过来就可以了，其实离台北会稍微近一点。首次起航，然后想说去看一下。以前要回一趟绿岛很不方便哦，不方便了，差的太多了。其实成功到绿岛的海上航线，当地居民争取真久啊。今年初镇公所甲客轮业者总算得到共识，会当利用新港渔港上海红船码头停靠客轮。那方便当地居民往回绿岛，也当予游客会当选择为富港坐船到绿岛，再个为绿岛坐船到成功佚佗，增加一条新的台东旅游路线。这是很新奇嘛，去另外一个地方，观光可以起飞，然后交通可以便利，可以带动两地的未来的发展。那也可以赏金，因为这边的鲸豚比较多。成功到绿岛首航，在101个游客甲居民到绿岛，因为这个月起营运期间，每礼拜3甲拜5中昼拢会各开一班客轮，未来爱看营运状况再来调整航班。记者综合报道。8月初，伫韩国呢有这电动车停伫咧社区的地下室煞来导火烧，家己大拿主这病院也考虑到消防问题，禁止电动车停伫咧地下室。不过高雄伫咧香港的公有停车场有设一个示范点，这停车位呢有热现象，也佫有泉水加灭火毯啊等装备，万不因若总发生火灾，就当随时抢救，甲这损失降到上低。
警示声一直提醒管理人员停车场好亲像无正常关分，另外一边的低压水壶也受到60度以上关分的提醒，开始压水降温，避免火势拖到另外一台车。另外停车场也有灭火毯啊。20几公斤的灭火毯啊，天开了后，嵌伫道火车，因避免火势向外传，也因避免乌烟弹开。他们发现异常了之后，第二个部分它就会启动这个低压细水雾的这个设备。它主要它的那个水的水压是跟一般的我们看到这种消防设备的水压是不同的。那它可以比较有效的去降温跟扑灭这个火势。国内电动车愈来愈多，为新兴电动车可能引起的意外，高雄伫香港公有停车场设置现象加低压水壶、灭火毯的这设备，建立电动车导火安全防护网，也伫车上安全演练。本来就是视线比较不好，通风也不好，然后也比较复杂的地形，因为抢救本来就比较困难，如果再让它持续产生烟啊、热啊、有毒气体，对我们消防人员、抢救人员应该是更不利。韩国马虎电动车导火拖烧上百台车，互家己大拿组织病院为病院消防安全，公告禁止电动车停伫地下室。消防人员指出，电动车导火虽然用野水拍火，毋过拍火时间久，雨水量济，佮导开起火也悬。后续补助灭火毯较紧，目前每一个分队有一领灭火毯啊。高市交通局也要求公有停车场拢要有这现象，加压水壶灭火毯啊这设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空指标，最近有虎头蜂兽，车衫已经把这虎头蜂拢赶走，也因为惊讲会破坏古迹，这蜂兽会继续吊伫遐，到时自然就会落落来。不过最近有真侪台南400年活动伫咧举办，空指标所有虎头蜂兽也拢无告示牌警告，引起民众质疑。台南空指标关门了后，廖芳的人入去到园区内底，甲营架一站一站搭起嚟，准备要处理拿球遐尼大的虎头蜂兽。不过，要把这个蜂兽挽落来，有影是真困难。主要是因为空指标是国家第1级的古迹，建筑袂当爬起嚟，厝遐嘛袂当搭，要直接把蜂兽挽落来，又搁惊伤到古迹，所以决定要用喷药的方式，让蜂兽自然风化落落来。这个药物是一个系统性的药物，它粘在蜂巢上以及蜂巢上的出入口，工蜂离巢的时候就会沾染到药物，然后等到它回巢，它会在蜂巢内交叉感染，在蜂巢内就死亡。相关人员评估了后，判断是黄叶虎头蜂的蜂兽，警戒的范围伫蜂兽周围5公尺以内。虽然讲触电到涂骹也搁有一段，也毋过最近因为台南400空指标甲周围拢举办真侪系列的活动，煞无做任何管制措施，也无甲人通知有虎头蜂兽，民众也感觉想拢无。当然会有一些疑问啦，对。为什么没发现这样子？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毕竟古迹的维护也不方便，他们可能也没办法那么及时去做处理吧。应该要有一个。当然啦，如果知道他们应该还是要，因为毕竟这里还是，毕竟不要让事情要预防胜于治疗的那种感觉的心态啦。现在虎头蜂已经是繁殖期，而且更凶。数量会更多，不要去用手挥拍它，这样子造成你要攻击它，它会把费洛蒙喷在你身上，你就没有办法跑掉。提醒民众若真看到蜂，千万唔通叮当，嘛唔通甲压甲拍。若真去互蜂叮到，就爱紧务兵，紧送病院。上重要的是爱离蜂兽较远咧，保障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六家这种买花卉面积有53公顷，生产面积全国第1。不过受到这风台影响，加上气候无稳定，这买花卉的产量减少2成。花农也当咧甲这材啊订进，希望会当维持品质，也兼顾到外销数量。台南六甲是全台湾种买花卉上大的产地，来到农场有寡花丛，煞因为7月风台，佮加上近来气候无稳定影响，地属叶啊臭打起，无法度进行光合作用，花嘛开较慢，营养素拍乱去，粗果产量减2成。即阵有侪花农拢无用咧整理，赶紧进行呢。高温佮兼多雨拢足够毛病，较够嘛？嘿，种拢足好死。啊，为着品质，所以恁即摆拢有咧做一寡预防，就对。对啊。正常，阮是种落到开花爱有1冬，阮原底就拢有规划伫换新的动作，阮拢有计划性的更除换新，只是阮甲提早几个月，所以讲影响是有，毋过
不至于讲影响到所有的订单拢会无去。买花蚵上适合伫咧25度到32度的环境生长，每2个月通采收一届。若花长正常，会当种3冬。农民指出，每冬会甲2成的老樟花换掉，来维持规年烫天的出货量。另外，政府指出，今年台湾买花蚵伫外销真有市场，每冬会销去日本、新加坡甲澳洲，平均700万支。在外销订单当中是占了60%的，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外销的一个产地哦。那这几年来呢，黄伟哲市长呢也非常的积极的在国际行销的这个部分呢，超前的部署，开拓了澳洲的一个国际市场。那所以呢，在澳洲呢，只要看到火鹤花，有97% 都是来自于台南。不论是白色、青色，也是粉红色的买花蚵，拢有无同的饲草。根据了解，本正7-8月外销需求拢较大，不哩有寡买花蚵受损，某品种出现炎地性灾害，花农讲会尽量甲订单的量供应互够。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搁在半个月就是中秋啊，真侪人会买礼盒来送礼。即阵也是这中华自闭症困纳礼比货工厂上届无用的时阵，这中秋的订单甲平常时来比是加买6倍，甚至这几工拢伫咧加班，拢加班到半暝啊。比货工厂也讲，真需要志工来甲因斗骹手。中华县自闭症肯纳里庇护工厂的员工手拢无停，伫灶骹无用做饼、烘饼，外场的员工负责包装出货。中秋节要到啊，不少人拢会送礼，除了2人酥、中秋饼，即阵也有饼干、旺来酥侪种的选择。阮中秋节咧也有旺来酥、饼甲豆塔。阮即阵啊拢做无用的，因为中秋节呢是阮上重要的收入来源。包饼、啊，有真该来遮上班，来遮上班就趣味、就快乐诶。庇护工厂表示，即阵中秋节订单侪搁集中，甲普通时啊比，订单的量加买6倍。即几工赶出货，搁捌加班到半暝，真需要大家来斗骹手。阮即摆就是愈啊中秋节，志工的需求较济，啊，就是需要志工来同阮斗乌壳啊。然后另外，阮即摆除了无用中秋的订单了啊，嘛咧无用咧找厝头家就是年底希望咱搬厝，所以阮爱找彰化市交通较方便的所在，上好是有公车站牌的所在，互因会使坐公车上下班。庇护工厂内底计共有17位身心障碍的员工。辅导员表示，来上班除了趁钱，嘛会当互身障者出外甲社会接触的机会。因即阵当需要志工，嘛有细厝的需求，若是民众有适合的地点，拢会当直接甲庇护工厂联络。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5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所以一粒田螺九碗汤是咧讲人安怎咧？应该是 A 吧，一碗田螺的煮九碗汤。注意哦，无你讲我是啥？说谎的意思啊。